以 Russi 集团呢这一类型的产品啊，在台湾呢面临的转型或者是可能撤出市场，大概背后呢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呢是相对于快时尚来说，它的价格比较高一些。那第二个呢是对于有不少消费者来讲，这是属于比较小众型的产品，所以说市场规模要扩大呢也是有一定的困难。第三个呢，现在有更多的一些消费者，他可能习惯出国，在其他的国家购买，所以呢，不论今天是在其他的国家去购买，或者是透过代购、电商的方式呢，都可能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产品。所以，对于本来在台湾的集团来说，它可能就要面临了包含了像所谓的一个经营成本的压力，以及呢，可能更多的消费者，他可能在其他的国家买到相较便宜之后，他在台湾就不见得有这么大的购买意愿。那自然以台湾市场的一个发展，如果今天呢，它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看得到一个具体发展潜力的，同时呢，又可以看到说在台湾的竞争状况是比较激烈的，那他就会选择暂时放弃台湾市场，或者是可能以转型的方式呢来维持可能跟消费者之间的连接。